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沪指终于再度站上3400点，这也是2个月以来似乎一根阳线，预示着未来几天这个走势还是不错的。6月24日，市场全天震荡走高，创业板指数领涨，沪指再度站上3400点。截至收盘，沪指涨1.15%，深成指涨1.68%，创业板指数涨2.3%。它这个涨幅1%在这2个月里面这个涨幅还是比较大的沪指一般的是0.几，甚至有的是0.0几。所以相对应的，相比较而言，今天1.15%的涨幅可以说是巨量巨幅。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遗憾的是成交额两市成交额只有1.4万亿，这个成交额略显不足就涨得还是比较心虚虽然比上个交易日放量2900亿而且市场那个热点也非常乱今天主打是券商和银行，当然还有那个科技板块助攻。银行已经被拉冒烟了，接着拉一定要拉到这个散户纷纷买银行股为止。全市场超过4700只个股上涨，基本上就是普涨格局受这个中东局势缓和的影响油气概念股还有这个贵金属、黄金等概念跌幅居前，几家欢喜几家愁根据新浪证券报道现货黄金价格跌破3330美元每盎司，现货黄金急跌1.17%，黄金期货主力最新报3344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5%。所以今天是沪市涨这个黄金在跌。新浪财经报道高盛维持对中国股市超配建议。高盛发表这个研报说中国经济增长仍较有韧性，维持对中国股市超配建议。市场配置方面，我们维持对 A 股和港股的超配建议，预计沪深300目标点位为4600点，民盛中国目标点位为84点，也就是说还有10%的上行空间。在6月23日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高盛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傅斯表示行业配置方面，傅斯表示高盛近期调高了银行和地产板块的评级，主要受益于国内政策支持，同时继续超配以消费为主的板块，包括医疗器械、消费服务、传媒、电商、零售等细分领域。高盛中国经济学家王立生指出中国经济长增长短期仍较有韧性，今年下半年政策对冲会明显加码。这个高盛这回推荐的不是科技股了，改成银行和地产，认为这个受国内下半年政策的这个支持这个地产板块会有不错的这个反弹。这个高盛基本上就是满嘴跑火车网上有人说什么高盛什么反着来，什么别墅靠海就高盛反着买别墅靠大海，好像这个意思吧。L 型复苏也是高盛提的，然后推荐10大科技股也是高盛干的。这个拼多多百度都是10大科技股可以与特斯拉、英伟达相媲美。今天又推荐银行和地产，前2天好像是高盛发的吧，说咱们这个未来这个对房地产的需求从高点要下滑75%，也就只有原来的1/4，因为人口在下降。他今天又推荐地产板块，这个不能简简单单的怪高盛因为这些国际机构他们即便在非洲也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到了胡适这儿都得老老实实做小学生已经懵了，已经完全的不适应，所以他是前言不搭后语你高盛现在还处在交学费的状态，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市场，就是他这个放置全世界其他地方资本市场的这些分析的逻辑方法到了胡适统统失灵了。所以说他这个预测他这个分析报告就是笑话百出漏洞百出。新浪证券报道外资机构集体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近一段时间以来，伴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中国经济展现出巨大韧性，多家外资机构纷纷上调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与此同时，较低的估值水平以及仍在持续中的价格重估蓄势，使得包括 A 股在内的中国资产吸引力持续增强。首先是摩根士丹利日前在年中
展望报告中上调对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分别将今明2年的经济增速上调0.3个百分点和0.2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现行政策框架旨在为经济托底，重视科技创新，稳健推进经济再平衡。德意志银行则在下半年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望持续发力，服务业、产出和零售展现出韧性，上调中国2025年经济增速预测0.2个百分点。野村证券也将中国全年 GDP 增长预测上调0.5个百分点。高盛则上调今年2季度和下半年的中国环比 GDP 增速预测，并将2025年全年 GDP 增速预测上调0.6个百分点。这些外资投行还是比较听话的，保住了自己的业务外资投行纷纷上调增长预期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还是新浪证券报道说看好 A 股近60%百亿私募满仓，继5月底百亿私募平均仓位突破 80%，6 月以来大型私募继续维持高仓位，释放出较多的做多信号。根据私募排排网统计，近期百亿私募、50亿到100亿规模私募平均仓位均超过 80%， 明显高于股票私募整体仓位水平，并且有60%百亿级私募实行满仓运作，但中小规模私募平均仓位有所下降。例如10亿到20亿规模的私募平均仓位从最高 74% 跌至 68%，5亿以下的规模的私募平均仓位则从最高 79% 跌至 73%。 什么意思有很多大的私募都已经满仓了，这就跟国家队还有这个社保基金都已经满仓在银行股里面。这些私募满仓在哪儿不知道大型私募都是满仓，那么人家都已经准备好了，等着散户来抬轿子所以一直在讲故事对吧，在忽悠对吧，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已经严阵以待，布局都已经完了，等着这个金融消费者进来抬轿子。一根阳线毁三观今天这根阳线让金融消费者似乎又看到了牛市回来了，主升浪一触即发，金融消费者弹冠相庆但是这些媒体所描绘出来的这些，大家还是要小心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地基不牢，地动山摇。靠吹泡泡吹起来的绝对不是什么牛市，只是一个又一个的陷阱指数或许会涨散户或许他的账户会回来一部分资金，甚至有的会扭亏，有的会赚钱，但是巨大的陷阱就在前面，这一切都需要有人买单。今天这个发生在贵州山里面一个高速公路的高架桥垮塌，突发消息根据动静贵州微信公众号报道，2025年6月24日7时40分，G76 下荣高速格都县广西至贵州都匀方向 K1264公里处，也就是贵州省三都县境内，猴子河特大桥因持续强降雨诱发山体滑坡，导致引桥发生垮塌。这还不是主桥是引桥发生垮塌。6月24日5时51分，交通部门巡查发现 G76 下荣高速格都县四格收费站与三都收费站之间 K1264 上行猴子河特大桥引桥桥体变形，立即对上行路段实施交通管制。7时11分，对该路段实施双向交通管制。大家看视频命大兄弟这个危险只能要等消防来了。我打有消防打不通没信号，都没信号你把后面的车就稳住不要过来我们有部我们都。那有个小车那边有2个小车不要往那边走了，往那边走，这边就裂开了，退开，快点！我靠！多少人上来了？应该没上来
经初步核查，桥梁垮塌时，桥上有一辆货车，车上人员已被救出，现场无人员伤亡。桥下有3台车辆，为附近村庄的施工车辆。通过无人机观测，车内无人员。应急、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已紧急赴现场指挥抢险，制定绕行方案。桥梁垮塌原因调查后，后续工作进一步开展中。你看这个大货车司机真叫命大呀！虽然这个桥梁垮塌原因不知道啊，但是通过一个现场视频看，不像是那个桥柱子塌了，也不像是这个泥石流啊，或者是山体滑坡啊、塌方啊，导致桥柱子倒了，桥面断裂，什么原因不知道，太吓人了。咱们经常说啊，把钱往这个大山里扔，搞了那么多宏伟工程，不仅不能产生经济效益，或者叫经济效益比较差，你这些东西你要维护啊，维护跟不上。当然了，也有可能啊，他设计的时候、施工的时候就已经有问题，就埋下了安全隐患，再加上维护跟不上，这可是高速公路的这个大桥啊，这不是对吧？什么普通的省级公路啊，低等级的公路，这个就是我们赖以自豪的，对吧？跨越几个山、群山峻岭之间的那种特大桥，把钱往山里扔。这个就好比俄罗斯把钱集中起来造成炮弹往乌克兰扔，是一个道理啊。但是你该说不说啊，这老毛子，你别看他看上去很拉胯，似乎一无是处，但是人家修的那个克里米亚大桥，那质量还是杠杠的，对吧？那乌克兰人怎么炸的，各种变着花样的炸，这桥居然纹丝不动。所以你看老毛子虽然糊弄啊，虽然看着做事比较糙，但人家这个该讲究的地方还是很讲究的。再看看我们这儿，虽然这个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啊，但是你想跟设计、施工后面的监理、后面的维护、验收都有关系。这个是不是像极了胡适啊？胡适现在就是人为操控，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弄虚作假，指数失真了嘛，对吧？银行股拉冒烟，实际上就是在堆积风险啊。总有一天这个银行股没有办法再往下演了，纸包不住火对吧？就会出现这个场景。现在很多金融消费者就像这个司机一样命大，后来被这个消防人员救了从目前来看官方报道还没有这个人员伤亡只是桥塌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呢。所以这个大桥引桥的垮塌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再看看这个胡一进老师这个中东的局势有所缓和，几方充分的表演一番之后各取所需现在正式宣布停火。胡一进老师评论他说伊朗、以色列已经正式宣布停火，冲突最后1-2天表现明显带有了表演性质，各方都在宣布自己的胜利3赢。伊朗挨了重打，但维护了自己不屈服并且让敌人付出代价的形象。为还击惩罚以色列，他对以实施了25轮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也确实打死打伤不少以色列人。他还打了美国在卡塔尔的基地。虽然特朗普表示感谢伊朗提前通知他要打那个基地，但是伊朗不会承认这一点，而且在美国轰炸伊朗设施的效果问题上，伊朗和美国各执一词。重要的是，伊朗虽被打死了一大批最高级军官，但他的政治体制完好无损。美以威胁要杀死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依然在台上。这胡金老师说的就不太对了首先一个，美国以色列并没有威胁哈梅内伊，人家一再递话传话让第三方，让什么土耳其让卡塔尔让什么给这个伊朗传话本次行动就是要消灭他的核计划无意这个政权更迭。所以胡金老师说美以威胁要杀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依然在台上，这个也不对，对吧？哈梅内伊依然在地堡里面，不是在台上。胡金老师他也承认他说综合评估这场战争吃亏最大的当然是伊朗，伊朗的战略判断严重失误。德黑兰未做出以色列真会发动空袭打击伊朗核设施的底线预期。他声称自己不发展核武器，只是和平利用核能，但他的铀浓缩活动又突破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设限，给了美国、以色列以及西方他试图最终造出核武器的强烈印象。同时他没有充足的实力以及国际支持来遏制美以的威胁，最终将自己置入不可承受的危险境地。这个我觉得胡一进老师是主观判断因为他认为伊朗的战略判断严重失误。怎么失误了呢？他认为伊朗没有想到以色列人会真的空袭伊朗。这个我觉得是胡一进老师自己的这个主观的
想象。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说啊，就是伊朗他知道以色列要轰炸他，他也没脾气啊，也就是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措施。所谓技不如人呐，就是伊朗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他是买了很多这俄式的 S300、S400防空系统，还有雷达，据说还有从俄罗斯引进了这个相空阵雷达啊，专门来探这个 F35的，因为 F35是隐形飞机啊，必须要用那个相空阵雷达。伊朗人都是有的，而且自己还仿制了一些。但是啊，这个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啊，它跟那个印度是一样的，腐败透顶，对吧？这些军费啊，花哪儿就不知道。跟俄罗斯也一样嘛，俄罗斯在前线挖战壕，就那玩意儿，大家都还贪呢，对吧？100亿卢布的战壕，这个预算，恨不得50亿被贪走了，对吧？那个反坦克那个三角锥啊，对吧？你要在河南买30块钱一个，这到了俄罗斯那儿都是将近3000人民币啊，一个都恐怕不止。你说那个绍伊古，你说那些人赚了多少钱？所以乌军一个突袭就把他整个防线就突破了。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啊，你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搞的那个相空阵雷达，还那玩意不都是骗钱的吗？骗经费的啊！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叫什么聋子的耳朵，这就摆设啊！以色列人在打之前先搞几个无人机把它一炸，然后伊朗的制空权就没了。所以说胡锦老师分析这个不太对啊，我觉得伊朗人呢，他不知笨到啊，说以色列有可能要轰炸他，这个都想不到，他已经想到了，但是无奈啊，这个伊朗的他这个神权体制啊，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上几万亿美金啊，搞这个核武器，搞军事，搞哪儿去了呢？也搞到大山里面去了，浪费了。所以搞出来都是豆腐渣工程，对吧？都是你在美国、以色列面前，人家那个实打实的啊，一点都不能含糊，一点水分都不能有。人家你看那个 B2 隐形轰炸机，据说啊，好像一共就生产了不到30架，20多架吧。完了这个还据说他也没真是就是实用过啊，实际用过。就这次炸伊朗的这个福尔多这个核设施啊，好像是这个 B2 这40多年来啊，这好像是第一次执行这么重大的任务。人家从美国对吧起飞，每一架飞机挂2枚那个叫什么钻地弹，10几吨重啊，然后一路上多次加油啊，对吧？飞了30多个小时，飞到伊朗上空，然后精准击中那个福尔多的核设施啊。虽然内部炸成什么样咱不知道，但是那确实是炸着了，对吧？山顶上打了几个眼，这是能看到的。就是说伊朗对吧？你用你那个神权那个体制啊，你对抗这个美以这种体制，哎，只有失败一条路。所以胡锡进老师居然说啊，说伊朗虽然被打死了一大批最高级军官，但他的政治体制完好无损。这个恰恰是伊朗被以色列按在地上摩擦的原因呢，根本原因呢。如果这个伊朗的这个神权政治啊垮台了，那伊朗说不定还有希望。只要他这个神权政治不垮台，对吧？哪怕他后面还要搞核武器，他也搞也是耗费颇多啊，效率极低啊。你好比那个俄罗斯，对吧？自从他解体以后啊，他搞出过像样的武器了没有？地波老人天天吹的什么大杀器，没有一个真能用得上，没有一个经得起战场的检验和考验。这个萨尔马特号称是大杀器，结果故土难离啊，每次一试射，直接对吧？这个就发射井里就爆了，不愿意离开俄罗斯，他和他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开啊。这胡锡进老师最后他说啊，他说我们的世界仍然不是靠讲道理运行的星球，一些尖锐的安全困境无法化解。他说战争仍是问题憋大了的爆发方式，最后力量决定输赢。伊朗有自己的雄心，但是力量不足，又口气太大，仿佛嘴炮可以弥补实力的缺陷，结果吃了大亏，最后不得不咽下这口气，向梅姨妥协。这个胡锡进老师最后总结的似乎也是对的啊，但是他还是不敢说出他的根本原因，因为这个胡锡进老师本人呢，对吧？或许他才知道这个答案，但是不能说啊，说了退休金就没了，对吧？上面找他谈话，保不齐要跟加藤老师要作伴呢。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